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第二學習階段小4至小6名詞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知識、知識，道理、道理，方法、方法，精神、精神，文化、文化，歷史、歷史，社會、社會，環境、環境，健康、健康，進步、進步，成功、成功，失敗、失敗，原因、原因，結果、結果，責任、責任，習慣、習慣，興趣、興趣，理想、理想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